球是宇宙的尽头，星球是球，足球是球，弹珠也是球，命运又是个球。首次登场的无名小卒，军冕服穿上第一回，没人能阻挡语音英雄，除非裁判判越位。失去志向的躺平咸鱼，就放过你炒一炒吧。想要收获成功吗？请再流些汗水。鲜花美丽整场都到是风不飞升人也但荣誉太重要了，失败的经验是不路转等孤独求败，再去海边开个趴，快行不阻断，篮球留下友谊。虽然是客人的，还是先决战吧。对手上线了，可人生都有成败，生命就是理想，绽放绚丽的花。别接受平凡啊，别轻易气馁啊，豆浆油条美味比不上梦想的光辉。坐烫了冷板凳，紧张吗？还行吧。选购90分钟，最后一脚由我来奉身。朋友，干杯，为英雄的胜利尽情干杯，冠军手握起谁？经过几千年来的繁衍进化、研究与筛选，我们即将迎来拯救蓝星计划的最后一步。只要把这个传到蓝星毁灭前16年，就能打败入侵的半人马星，改写历史，拯救蓝星。太好了，就是。如果真的成功了，蓝星人就不需要在宇宙流浪，我们也就不会存在了吧。梦中的蓝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童话。躺在草地仰望蓝天白云的传说，是所有人的梦想。而这个童话即将变成现实。最强胚胎将在成长为完全体后，在距离入侵地点最近的杰律市的杰律学院足球场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在设计好的时间、设计好的地点，用设计好的力度和角度，一脚拯救世界。而这些都已经编写进了他的 DNA。那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过去呢？很简单，只要拿出手机，打开 BB 快递 APP， 填入收寄件地址，选取快递员上门取件时间。您好 ，BB 快递京城为您服务。去吧，蓝星的希望，把传说变成现实。祝你好运。舰长，最强胚胎的每日养护完成了。那刚才送走的是什么？你们在看什么？啊，没关系，我这就找时光机。因为我告诉你啊，你接过单我本来都不想接的，是还会周转不说，赚的也不多，还搞这么多戏。错了。都快到了，你的快递，接下来就靠你了。放那儿吧。来啦！您是？田先生，孩子顺利诞生了，快给我看看。是个男孩。巧的是，另一家的宝宝跟您家同时出生呢。那不重要。孩子要是没起名字的话，就趁现在起一个吧。他妈怀孕那天起，我就经常梦见我未来的孩子在宇宙翱翔。那么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品祥吧。怎么样，喜欢吗？贼喜欢，老棒了！最强胚胎的指导员定了吗？传送过去的质子机器人已经控制了他父亲的身体，第一个指导员将由他父亲担任。好。想要让最强胚胎踢出拯救蓝星的一球，第一步就是指引他走上足球的道路。命运就从抓周开始吧。走你！
什么叫万无一失？爸爸，啊，过来端蛋糕。哎，来了，蛋糕来喽！哎呀！我忘了，他还小，还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香啊，你看。买基金一定要长期定投，不能只看眼前的涨跌，才能攀登宇宙尽头的高峰哦。我的手机！手什么机？你看看你自己，都5岁了，还在蹉跎岁月，成天不是研究数理化，就是炒股理财搞投资。你都5岁了，别家的孩子都开始踢足球了，你能不能干些有用的？想想你的未来啊！我的未来？没错，你的未来，我要把你打造成英雄。看见那只峨眉，打它，然后就可以升级点技能了。我怕。怕什么？有老爸给你撑腰，你爸可是……别怕，爸爸来了。等等，品香是要拯救蓝星的人，他以后要独自面对敌人。我不能一时心软，我应该引导他打怪升级，获得潜力点数，点亮足球天赋。想面对这一点困难就服输了吗？你不是想要做英雄吗？我没说过呀！他赢了，带你吃烧鹅。干得好！趋向向天歌，大事不好！爸爸，他好像叫兄弟了，怎么办？爸爸，你去哪儿？不要怪爸爸，爸爸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感觉越跑越有力量？好奇怪！弹丸喷射！爸爸，你醒了。想，你赢了。而且我还升了好多好多级，有了好多点数。太好了，来，爸爸教你一点天赋，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不用了，爸爸。妈妈说我应该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等等，所以让我每样都加了一些。那足球天赋点了吗？妈妈说足球这种无聊的体育项目一点都不用加。无用之人！爸爸，你怎么了？你是在说自己吗，爸爸？从未遇到如此强敌，可恶！不甘心，这么多年辛苦修行，怎么能在决战中服输？上吧，弹丸喷射！什么？最后居然让他反败为胜？小鬼，你还是太嫩了。说好的3包辣条交出来吧。你以为自己真的赢了吗？如果你跟别人说打败了个小孩，反而会沦为笑柄。虽然赢了弹珠，却输了一切。
从未听过如此哲学的狡辩。虽然你输了，却中了再来一次奖，得到了和我比足球的机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奖，一种感动竟油然而生。我进球了算我赢，你拦住了算你赢。该认真起来了，使用我的天赋吧！还要把你的1米长一起赢走！我可是杰吕市公园健身第1人，区接球，我一定。在我面前，你就如同蝼蚁一般弱小。抬头看看宇宙吧，你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在足球的领域，你也只是一只蝼蚁。为什么我的体魄、力量、灵活，什么都练到最强了，却连接住小孩子踢出的足球都做不到？第一次这么失败。你呢？你的弹珠不也打不过我？踢球厉害能说明什么？错，你没发现吗？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看足球比赛？有多少人在球赛的晚上彻夜不睡，等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如果你能在足球的赛场上达到巅峰，你就是足球之神，就是蓝星的英雄。你想当英雄吗？想，我觉得自己快升天了。在走之前，我一定要问清楚，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爸爸，其实我不想听妈妈的，做什么政治家、哲学家，我长大了想做科学家。再说一次。敬爱的爸爸，我长大想成为一个锄强扶弱、保护世界的英雄。妈妈，爸爸怎么了？爸爸高兴地睡着了。他什么时候醒啊？当你成为英雄的时候。长大后我才知道，英雄只存在于漫画和电影里。但是，我想成为一个英雄。那就去啊，去成为绿茵场上的英雄吧。你干嘛？在这个印记消失之前，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这里找我。是要他出马才行。蓝星有救了！蓝星真的有救了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